对，老一讲这报该好吧，以这这对啊，对啊，连到楼上。你这啊，社区啊，我会你是一楼，我们现在用的是，对啊，社区啊。这个呢？这个，这满格的。哎呀，做更大的，现在有这样嘛？这个你，现在你打休假，好，他休假是哪？没拿。进前礼拜是有那个，啊，对，等点。好。阮是炒粿，但是我无点。伊个点的连收到无。才对。对对，哦。开始的时，因为前奏的时候。对对对，前奏我观众给侬重要点。哦。开始说话说。你的习惯是拢对照拢夹的。无啦。这个开会就是那个表定，你讲多久？
各位兄弟，圣诞恭喜！这是请备办心，咱们做今日的圣诞感恩礼拜。一开始，请咱安静心，咱们请林牧师、林牧师娘来点同礼拜的蜡烛，就代表主已经降生。这是请咱备办心，就是请林牧师、牧师娘来点蜡烛。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靠伊也无惊，因为耶和华是我的溃烂，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做我的拯救我的。你们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吸水，伫迄日你们讲，就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保养伫列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这时，请咱起立来告别咱的信仰。以西亚圣经，我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世界以前预备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咱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地，在这路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着毕业道林内，为咱定死立价，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告我上天，现在就伫爸的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权，阮信外面的主圣神，对爸甲甲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捌先讲话，阮信一个圣公堂圣道的教会。阮必一个会得下罪的洗礼，阮世人告我来世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额头同心三甲来祈祷，听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保守下面，你互平安经过一年，伫这今年同个礼拜主日，你讲互来到圣殿来敬拜主日，主伫这今年当中。有发生有疫情，互教会袂当来遮聚会，但是你伫主你的保守下面，你讲互伫即时会通过来遮庆祝圣诞主日，阮伫遮满心的感谢。虽然伫过去的日子当中，有个亲人，阮的兄弟兄姐离开阮，当去爸你遐，也拄着欢喜的代志，也拄着
生理上也是个种艰难的代志，但是我相信，阮这时刻拢上帝你有好的业力得安排，因为你当三甲直直，阮毋惊兄。伫即今日也是主你降生的主日，阮伫遮要来欢喜庆祝，主阮感谢你，因为上帝听世间人，你将一个独一的礼物赏赐互阮，为阮正人的罪来定十字架死埋葬。你带来和平，也带来盼望，带来国话，互满心来感谢你。阮伫今日也要甲主共祭祷来守圣餐，主给你帮助阮，搁一遍通过圣真，在阮的过去所行有犯着你主你的，愿上帝你搁一遍来赦免阮，用你的保训来互得着清清白白。阮伫今日，阮的兄弟，阮的兄弟庆祥兄，要伫遮诚做上帝你的囝儿，有满心的感谢。愿上帝你也帮助因伫日后，伫信仰上，伫生活上，咱得着上帝带领，恩典充满伫伊的心上。阮今日的赞美礼拜后就任长老的就任，搭执事的就任，搭各团体会长的就任。愿上帝也帮助因伫新的一年会通有快乐为上帝来做工。阮要将今日的圣诞主日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日的手中。愿上帝你亲自来带领，通过今日罗牧师的讲道，互我一遍知影上帝赏赐伊的囝儿降生伫即世间的意义。互阮来知圣诞主日毋是讲快乐，搁我知要得上帝有好的成君，得着上帝的恩典。阮安尼伫你的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要请圣乐队来咱学乐。因要唱迄个歌，伫有3条歌词伫即张单顶头，请咱听，咱来看，来感受上帝的赐福。当地上受到冰冷的冬天砍掉的时，有一蕊无下树的玫瑰花开了。伫摆的环境中，伊的美丽却伫花瓣一片一片展开的时显现出来。冬天的玫瑰出世了，就安尼，花园通伫中间。上帝呀。
遮个山谷拢要吞互伊甜，大树个山头拢要掘互伊加。春天要将冬天赶走，花园就要欢喜快乐，亲像即蕊玫瑰花，要开出上帝庄严甲荣光。朴师就军队真光，带黄金、乳香、甲木药做礼物，总是因所敲找用字，是比遮礼物较芳、较贵气，因为伊是冬天的玫瑰，是上帝赐予世间的礼物。为
水利处掌声不够热烈。好，来过来拍一摆吼，多谢因吼，啊，煞了遮好圣诞的面吼，啊，真感谢因，啊，因练足久啊啦吼，啊，伫咧徐碧如指挥的下面吼，唱啊足好听的吼，真多谢因。这是咱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段，咱今日拢总有3位哦，3位的所在，所以咱来听上帝话。第一位是伫约翰福音段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圣经安尼讲：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相甲伫地，道就是上帝。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相甲伫地，万物对道来创造。伊若受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画面伫阳光的内面，即个画面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咱搁来看一位。第9节，讲阮第1章第9节到14节，刷落去。有真诶光来入世间，伫照万人。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诶所在，也家己诶人无接纳伊。伊若接纳伊诶，就是信伊诶名诶人，伊就相信因有权诚做上帝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诶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道成肉体，徛去伫咱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搁愿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咱搁看第3位，第8章12节，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无行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这是咱要请。咱敬听罗牧师来当讲道，伊个题目是迎接生命的真光，迎接生命的真光。对，兄弟大家圣诞恭喜！圣诞节是咱基督徒上界欢喜的日子的一日啦。咱知影人的出世就是生命的开始。咱下晡等一下，咱嘛会庆生会吼。因为每一个活命拢是带着上帝恩典的记号，特别是耶稣基督的出世带来上帝迄个全备的恩典，就是救恩要临到记那相信的人。伫圣经描写耶稣就是真光咱知影伫即个世界伫即个世界这个世界若无光，你想看会安怎？你敢会当想象？袂当想象，因为若无光，就无你甲我。世界的这个画面拢对光来，所以人咧讲，毋是人咧讲啦，其实是安尼啦，宇宙如果若无生命，有意义无？你想看觅咧？地球如果无生命，有意义无？无生命，一切的存在，我感觉讲拢无意义。所以上帝创造万物了后，将活命赏赐予人当然遮个食物这嘛拢活命伊创造遮了所以万物圣经讲万物拢对咱的主来做，然后伊个照咱的形象做咱照咱形象，所以人的生命是特别的。伫所有活命的中间，人的生命是特别的所以咱知影宇宙若无光无生命，就无有意义；若无光，就无有生命。宇宙因为有光就有生命，所以宇宙安怎充满了丰富甲缤纷的色彩。咱讲外水咱知影咱中间足侪迄个做女孩子拢足漂亮的。我感觉咱中兴教会查某囡仔水查甫是足缘投的安尼但是应该毋是若拢无电话是知影啥物人较水知无？拢毋知影啥物人水，啥物缘投，对不对？就是有光咱才看会到啦花咱嘛知影花有色彩，对不对？应该是看有无？没有，就是因为光才有色彩。所以咱知影
地上的万米的丰富跟色彩，美丽的色彩，其实是一种光的反应，是光的反应哦，吼啊呢啊，圣经讲万米什么人做的？拢照着基督做，对不对？啊，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真光，所以万米是对真光来，佮特别来的画面。所以万米会水，会丰富，吼，会光彩，就是因为有画面的光啊。所以耶稣来世间，吼佮道成肉体来世间，来到世间真做人啊。圣经记载讲，耶稣来世间吼，世间吼煞唔接纳伊呢。安尼意思是啥物？吼，世间若既若接纳耶稣的所在，迄个所在吼，会显明搁较水，搁较荣耀。若无接纳耶稣的所在吼，伊就失去迄个基督真光，互人画面的精彩美善啦。因为耶稣来。就是迄个属灵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搁较有光彩，嘛万米拢是对即个真光来，就是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咱即摆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即个世间讲世间无爱接受光咱知影无光的所在就是黑暗嘛，所以咱拢讲世间世间啥呐？黑暗的世界咱常常讲世间就是黑暗的世界，伫形容讲这个世间亲像有侪的压榨特别就是罪世间变成黑暗，所以咱拢伫形容啦形容如果是犯罪的地方还是讲做不法的地方，咱讲迄个所在是伫一个人做迄个无光明正大，讲咱就讲伊咧做黑的，对不对？有无？那黑社会，咱就知影讲迄黑社会人，对不对？黑社会人就是你做另外一面的代志，含咧正常的人社会咧正常咧运行的咧做的人的心理甲行为不共款的咱讲黑社会黑社会有时嘛是势力，对不对？黑社会是毋是势力？伊伫世间是势力势力嘛会当管理足侪物件。伫黑暗的势力内面，嘛最受黑暗的人管辖的安尼所以黑暗因伫迄个世间的内面因嘛有利益所以因就爱要继续用迄种方式安尼，但是黑暗所得到的咱知影，咱基督徒咱讲咱领受上帝丰盛恩典，这丰盛恩典还佫加一句丰盛荣耀恩典。咱所得到佫加一个荣耀，若伫咧世间若黑社会咱知黑社会人嘛是家财万贯上百亿你咱知影对不对？爱有荣耀无？无荣耀，虽然伊占足侪，但是无荣耀伊毋是伫光的内面，所以咱知影咱的生命丰盛佫荣耀这就是咱生命有上帝的光。这圣经咧讲这光这是个比喻啦譬如圣经讲这光的是就是讲譬如讲是咧我挂伫咧目镜譬如讲这上帝的真理也是财物上帝用真理光照咱用智慧开启咱。所以圣经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意思是什么？人若无在愚妄的时咱就会踮伫光明中；人若伫真理的内面，咱就看见光。咱无是伫迷迷茫茫的内面，所以这光咱伫圣经内面拢是咧形容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财物、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财物，若藏伫咱的这个内面的时咱的生命就无暗。咱就袂愚妄，所以上帝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互戆人安怎通达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智慧甲真理上帝的光伫咱的内面，就会互迄个所在更较纯净、更较美丽啦，就会散发出光芒这上帝的光，所以光这形容安怎？形容安尼但是咧黑暗咧，咱知影黑暗咧指讲对上帝原本的意思是讲对上帝的启示漠视啦不管啦
称呼的意思啊吼，啊，所以咱嘛甲将即个人若无认捌上帝，就是踮伫黑暗的内面，啊，无领受上帝的启示，人袂当认捌真理，就无法度伫活命的内面。圣经讲，若无真理，就无活命吼。啊，咱就继续伫黑暗的内面。所以常常圣经特别用咱嘛伫讲话中间讲用邪恶啦，还是讲地狱特别讲地狱的惨状，咱讲拢是迄个即个黑暗的所在吼。安尼，所以咱知影讲黑暗甲光是一个对比吼。啊，即个原文的意思吼，拢是咧讲起吼上帝的真理吼，就是光啊，上帝透过伊的启示即个光照咱啊，咱若无爱，若对上帝的即个态度是轻忽的，咱就袂通认捌上帝的真理吼。啊，咱若对上帝即个做启示吼，无认真无谦卑来领受的时，咱嘛袂通领受真理，咱嘛是伫黑暗的内面。啊，这接受呢？无爱接受就是讲无用心。这接受原来是意思就是用心去体会吼。啊，诚做你的心灵会当把握的意思就是讲，我确信啦。所以这个接受的意思就讲我认真敲吹，我心确无，认真咧成为我心灵的确据。所以为什么咱讲咱得救得救的确据因为我知影上帝的话是真实，我相信就加对我心灵的把握，我生命就有亮光，我就不在黑暗里面里面走。这就是救恩的意思啊！所以救恩就是什么？咱接受耶稣做咱生命的光，耶稣伫咱的生命里面，圣经讲，咱就无踮伫什么暗的里面。就得到活命的光，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所以人不爱接受，就是人对上帝的一个称呼了生命中，咱知影生命中如果受遮蔽咱是讲为圣经翻译讲做这个上帝的光照咱，上帝的光真光耶稣基督来照我们的时候这个。世界不接受光，原来咱拢谈呢。后来有一个版本翻译过做光黑暗不能胜过光，毋知咱捌听过这版本无？毋过我很原文的意思拢无这意思咧。我毋知圣经学者当然有因的考量但是我一直无法度为什么配合咱呢？因为原文拢无这意思但我今日我解释这个因为咱知影光伫遐。不过咱知影，如果我们背离这个光的时候，我们会咱目睭会看得啥？你想诶？夜嘛，夜是什么？是黑暗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上帝恩典，要真做光要照咱的是，咱若活当心，咱若无接受的时咱嘛无领受，无法度领受，所以咱就无法度伫光在里面。所以咱知影，这个植物拢有一种向光性物，伊爱光，因为光伊的活命在活开。咱做基督徒是讲人共款，咱人有一个灵，这灵就是其实就是要朝向上帝，生命的光，我们生命才能真正的活起来。所以接受耶稣就是接受耶稣的光，咱免接受耶稣的光，就是咱朝向光啦。咱的心这个光拍开光进入咱的生命里面圣经讲咱无过踮伫黑暗，包括圣经讲咱嘛会发光会袂？基督徒会发光袂？基督徒发光，生命本来就发光，逐个人的生命就发光来，咱就好咱看到一个，安尼较细致看较无这是一个这诺贝尔的这个学者伊用现代科技这个做去侦测讲人的身躯到底有什么能量，对不对？能量就会显出伊的迄个热，对不对 ？energy， 这个能量然后伊发光。咱看卖下咧这个这个较无差清楚啦来，我用另外一张来，这个所在咱看这张较清楚，我嘛照迄色彩安尼这第9是啥物？第9就是讲勇敢肯定大概是偌济啊？200无，伊的指数，伊1到1000的指数，就是讲咱人的身躯因为不同的内在气质、内在一般小讲能量啦还是讲美善
啊是邪恶哦，吼，毋是美善啊，咱人内面有啥？有美善无有？吼，啊美善哦所发出的光，以及内在邪恶所发出的光不一样哦，啊，拢会造成啥？祝福或者是咒诅啦。那吼，这是用科学的角度咧讲研究生命，吼，啊，甲人生命会发光的，这个研究啦，吼，啊，这是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科学家因咧做这个研究的，吼。然后呢，咱看去，第一甲第九拢是正面的，对不对？啊，对第10开始到17拢是啥物？负面的哦。啊，这拢人身躯拢有这无共款的这个光谱啦，吼，光谱会发出光出来，吼。啊，但是吼，微光，咱知影微光对身躯有利益，微光对身躯有利益，反正种有杀伤力，对不对？吼，杀伤力吼，啊，这是互咱一个参考啦，吼。不过我要讲的讲吼，1979年，吼啊，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迄人什么人你知？叫做德瑞莎修女哈，1979年，这个单位哈，专门咧测量这个名人哈，所以德瑞莎修女哈有到他们这个机构，他们做这研究哈，德瑞莎的修女伊去伊偌济，恁知伊学着，恁敢学着？哈，伊讲吼，世界仅有的一个人，他们测到最高的就是 Mother Teresa。吼，伊偌济700安怎呢？700毋是讲加济数字吼，伊讲德瑞莎修女到他们的机构的时候，迄个时阵吼，讲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伊讲一踏进来吼，伊讲吼，怎么我们内在所有一切的邪恶都没有了？一种幸福感，大家的幸福感，大家人拢感觉咯，突然涌现。他来到，好像一种平安。我想讲，如果耶稣来的话，耶稣偌济啊？伊讲耶稣就是1000啦，1000会怎么样？哇，真的，亲像圣经所讲的，我们在永恒平安的荣耀里面，敢不是呢？好不好？我看了这个报告吼，这是一个事实的一个现代机构，拢用这么现代科学在研究人这心灵的这状态，会现出什么种现象安尼吼？我就想讲嘿。哇！原来咱的生命中间上伫创造咱的是，早就甲伊有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这个连接。人圣经讲，咱人就是要反映上帝荣光，对不对？咱来看见，这美善，对高爸，伊讲高爸是啥物呢？伊讲伊讲伊在研究高爸是良善的人开始，毋过一般的人拢高爸以上的以下。拢以下，所以你证明讲圣经讲证明讲咱人实在是罪人啊！咱需要什么拯救？需要耶稣的真光。这玛丽特蕾莎伊细汉的时，有一届，伊甲妈妈、爸爸去做礼拜，去外面撒伊这天主教吧，因咧天主教的做传统因兜非常敬虔，拢。安尼真有疼心因爸爸妈妈本来就拢伫真够帮衬人。因老爸其实因老爸是后来是真有名望做甲议员不过政治界害死马尔提莎拢无记恨细汉的时，甲爸爸妈妈去做这个礼拜时边有摆这穷人伫咧所在咧求施舍安尼这马尔提莎迄阵做囡仔的时就甲问因爸爸，讲爸爸，你敢有迄个治贫穷的药因为爸爸经营营造业嘛佫有开做药局安尼有伫卖药安尼伊就讲爸爸，你敢有迄个治宋用的药因爸爸甲因讲，嘿，我无咧卖呢，我没有这种药如果以后。你如果能够发明治贫穷的药，我会非常高兴。后来咱知影，马尔提莎伊发明一种治宋香的药是什么？就是爱，基督的爱。所以伊生中间讲，我要学习基督，我要用
听基督的心来听所有这卑微、软弱，甚至互人气杀的人。所以马德铁萨伊受的肯定，伊讲我没有在传教了，但是因咧会是仁爱传道会传教会安尼但是伊讲他无咧，伊毋是咧传，伊是咧行。所以感谢我们身上就是发出基督的真光。每一个人拢会使，我相信上帝将这个恩典应允予咱，所以耶稣邀请咱来接受真光的祝福啦。耶稣甲恁讲，咱踮伫暗内面咱踮伫光的内面，无踮伫暗，伊就是真光。因为耶稣带来上帝这个丰盛的恩典甲真理。这14节的所在，耶稣显出上帝恩光，咱领受上帝恩光，而且伫咱的心中嘛要显出上帝恩光，所以咱接受耶稣的人接受真光的人这个圣经就安尼讲这个对，第一项就是真做上帝光明的儿女啦。这圣经讲，今日接待伊的，就是信伊名的人就想顺什么，官兵做上帝的儿女。大圣啥？做上帝就就是讲，咱恢复做上帝的这个囝儿的官兵甲荣耀咧。所以这个名上帝的囝这个名不是那么轻浮咱唔能轻看。上帝的囝这个生命是何等尊贵。咱以这个为荣咱的生命之所以丰富，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囝，所以我来讲，这个名分是一个权柄所以咱基督徒就是领受这个权柄将上帝这个囝儿的荣耀给挖出来这个所在来看看搁伫这个有所说的5章第8节的所在才安怎讲，但现今伫主的内面是光明的所以咱行事为人咱就亲像什么光明的囝，伫主的内面咱就这做光明的囝光明的囝是什么呢？就无过行伫黑暗的内面拄则咱看见咧，对不对？迄个表示咱信耶稣了第一项就是咱重新得回信心，生命的信心，生命的盼望，以及生命的爱，这是耶稣基督所享受咱，互咱的生命是咱讲向上提升，不是向下沉沦若无咱的生命所发出来也是会发光，但是咱发出来的色彩的光是会伤害人的光咱领受耶稣基督的真光进入咱内面的时候，咱加做光明的囝我们的光变成祝福的光咱的光会对咱的行为、对咱的讲话、叫咱的行达意念来发出来真做别人的祝福无论伫心所在共款，伫家庭也共款，伫职场也共款，伫教会也是共款耶稣是生命的真光搁第二项咱若领受耶稣基督，圣经甲咱讲，咱要去领受圣神的因为耶稣是真光有光咱生命，咱知影像果子有光，伊才会当结果子啦结果子。所以咱若有生命的真光所以生命的真光就是透过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来结出果子。所以圣神嘛是这基督的光这个形式进入到伫咱的这个生命内面，互咱能结果子。咱拢知影，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你讲这个圣神的果子，对不对？圣神的果子到最后咱看过迄个表拢你讲起迄人的这个内在的活命，拢会显出积极正面的光来祝福，对不对？咱看见圣神的果子就是安尼，就是安尼。这摆有一张表，咱看卖咧，圣神的果子，咱知影圣神的果子嘛是彩色的有无？圣神的果子是彩色的所以有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生命
才能够多彩多姿，我们生命才能够又美又善呐。所以信心是帮助咱，咱生命会发出祝福的光的。第四，所以这圣经讲啊，圣贤规矩：仁爱、喜乐、和平、吞忍，对不对？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圣贤的规矩，哇！所以这规矩这是属灵健康、幸福生命的记号。一当树啊，你无能安尼种开伊树啊足水，对不对？但是未结果子咧，未结果子未结果子，就是遗憾，对不对？不是吗？所以做基督徒，咱亲像一张会通结果子的树啊，会通结果子的树啊，咱的生命就会发出基督的亮光真话第三咱领受基督光了因为咱每一天拢伫上帝恩典中间呢，咱每一天咱领受上帝话语的祝福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讲这我们生命的光，咱知影圣经讲上帝为做咱脚前顶路上的光我这是旧约讲法。旧约拢上帝讲你行这行这，这个引带你到伫迄个做祝福之地。旧约的观念这不是错，但是新约更进一步新约更进一步无新约甲旧约拢同款，安尼就旧约就好啊，无新约耶稣说，我的话就是什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再是照在前面的道路的光而已，是在我们里面可以发光的生命呢。哇！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最喜欢的不是上帝话，是我脚前的顶路上，我最喜欢的这句话就是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哇！耶稣在你里面，他自己为你自己就会发光啊！不是说我给自己点下去就免，你本身你会看到你身上发光。感谢主，所以今日我简单的跟咱分享，咱拍开咱的心，上帝恩典，你讲你打开，你对他渴慕，光就照你啊，你就在光里面咱基督徒有一个这基督徒的特性是什么？咱亲像植物拢爱像光，咱知影。今仔咱期待讲，应该圣诞节应该是出日头，对不对？今天没有出日头，今天下雨，对不对？咱若今仔出日头，咱就讲不同款了，对不对？就像咱对光的期待，咱大拢爱好天，就是无落雨嘛，做爱好天。有时咱矛盾咱那里好天安尼基督徒的生命的本性，其实咱就是特性就是朝向真光啊，那伫黑暗内面就是讲，那要基督徒，要那个不是基督徒，就奇怪，对不对？那我们的特性其实在神的真光，在上帝真光内面咱就领受真光的祝福咱生命所以为讲人讲爱要水，对不对？那个水是从里面发出来。为讲有信心的女人最美丽，对不对？我说心里良善的人最美丽。有盼望的人，人生就美好，对不对？里面有爱的地方就有亮光，所以爱让人家看见希望。哇！耶稣来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信心，有盼望，还更重要了，有他充满满满的爱，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圣诞节祝福大家，耶稣他是真光，他来，我们把他迎接，不是迎接就是在我们庆祝场合我们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明天我们每个人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感谢赞美主，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了你你家己来到这世间。你卑微正做人，就是你是生命的真光。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有互阮来认捌你。我感谢你，互阮认知你进入到阮的生命内面。我感谢你，
我愿将做你的儿女，你也用你的圣神，时时充满阮，帮助阮，互阮会通发出光，结出水的果子。阮感谢你，每一天阮拢对你的话来领受属灵话命，互阮活伫你的丰盛内面。因为你有讲，阮若遵守你的话，就常常踮伫你的内面；你的话也踮伫阮的内面，阮就有满足的喜乐。这就是阮生命的见证。感谢你为着阮出世来到世间，感谢你将生命上界宝贵的真光救恩上属阮。感谢你，学罗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要请助理乌来咱表演因的赞美吼，啊，歌词伫个即个后壁吼，伫个顺序单后壁。
哦，真好听吼！来，这个拍拍一下，好大个吼。好。啊，咱今日真欢喜吼，咱有周庆祥弟兄，遮伊要来领洗礼，咱从下面时间交牧师。这个时阵爱来请这个周庆祥弟兄吼来到伫头前的所在吼。主耶稣基督伊对4年过啊的时，又召集学生，甲学生讲天顶地下官兵拢已经审诉我，恁着去普天下来招办百姓来做我学生，着爱这个用水甲因经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而且我所教示恁的，恁着教示因守，我就要甲恁撒迦之地，直到世间的落尾。像是伫即个五旬节了后，使徒领受圣神的即个充满，就起来为了受定死耶稣做见证。伊讲，恁家定死即个耶稣已经搁活，是生命的主。众人听了后，心内就真悲迫，安尼阮要安怎？耶稣讲，即彼得就讲，恁着爱悔改认罪，搁奉耶稣的名受洗，恁的罪就袂得着赦免，搁恁要领受圣神，毋但领受圣神，恁要领受圣神，搁恁的子孙，就是上帝所调的人，拢要领受圣神。伫即个时阵，嘛，请咱注意来听，彼得所甲众人讲的，讲咱着诚心悔改，认咱的罪，搁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咱的罪就被得到赦免。所以伫即个时阵，我爱即个周庆祥弟兄，来诚实来回答我所问你的即个问题，上面也告别你的信仰，上面也对众人来宣告你愿意接受这个信仰，来成做你一生稳定的祝福。第先我爱问周庆祥弟兄，你有相信天父做你的上帝，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我相信。你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这个救主？那呢，你有相信伊为着你的罪定伫十字架顶，伊所流的宝血会洗清你的罪？你也诚心悔改认罪，领受基督宝血的救赎，你有安尼确信无？我相信。你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而且耶稣基督有应允信伊的人要领受圣神，但你有相信佮愿意来接受这个圣神来做你的保惠师，而且一生跟对伊，得到伊的帮助来服侍主。你有相信无？我愿意。感谢主。但你一定伫众人甲上帝的面前，伫遮来告别信仰。但我要用水甲你行洗礼。周庆祥就敬上，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祈求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拣选周庆祥兄弟来做你的兄弟，你已经将
将你的救恩施落伫伊身上，伊也承认告别，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救主，伊也诚心悔改认罪，打伊的罪伫你的宝血内面得到赦免，而且要个领受对主你来的应允，最宝贵上帝互囝儿的这个礼物恩典就是圣神。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用圣神膏抹伊，充满伊，互伊内面领受上帝你的真光，互伊无行着暗，行伫光的内面，伊的生命也会日日跟对主来进步，认捌真理，领受上帝真光，互伊的生命也活出真光的款式，利益上帝你的生命个正人，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甲你三甲地地，互你一真正性，个愿你的神甲魂甲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来时，个得到保全，无通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去教会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心教会小会官兵来接纳你来成做这个教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来来领受基督新约的恩典。阿门。咱三家己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你的慈悲怜悯伫阮的身上。你嘛常常来竞选人来成做你的儿女，今仔日你竞选周庆祥兄弟来成做你的囝儿，愿天父上帝你来赐福互伊，求你继续用圣神来坚固伊，互伊会通伫人生过程的中间，无论伫顺利是困难的时，会通认捌主来经历主。也互伊甲主你常常结连，永远踮伫主你的内面，帮助伊拄着这试探诱惑的时，来保护伊，互伊伫内心有精进的时，也加添伊精进的信心甲气力。愿你用你的恩典来扶持帮助伊，保守伊常常安稳伫你的听的内面，佮会通甲全体教会全体做伙来服侍你。阮的上帝，愿求你，互阮大人对今仔日这庆祥兄弟伊的生日，会通搁一摆体会主你恩典已经临到阮，阮拢是蒙恩的囝儿。但阮嘛要搁甲主三甲来祈祷，愿做伙有份这个救恩，这个恩赦，阮感谢你，求天父上帝继续扶持帮助阮。阮知影，阮已经领受你的恩惠，阮要活伫你的心意的内面。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对了后，保守你所竞选的囝儿，会通尽忠来服侍你。阮感谢主，你的恩典常常伫阮正人中间。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即个时阵，咱请咱的小会员来甲伊接纳啦吼，来欢迎伊吼。
接下来咱要来进行圣餐哈。欢迎今仔属伫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告别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救主，领受洗礼的兄弟姊妹来做伙坐主的道。那么请咱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见了劳苦着我担重担的人，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来得到安息。佮讲我是活命的饼，信我的人决断袂枵。跟对我的人永远袂为喙焦。喙焦希望伊的人，我去，因为要互因来得到饱。我家己问我拍门见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就要入去，甲因做伙食，因也要甲我相甲食。感谢主，上耶稣基督邀请咱来甲伊相甲坐即个道，特别伊伫受病迄暝，甲学生做伙食最后晚餐的时，伊又提起桌顶的饼，讲：即个是我的身躯，着恁拍破的。既然恁这是就安尼行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时，就行来纪念我。咱做伙相甲来感谢。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听阮，你已经为着阮牺牲，你的肉体为着阮拍破，你的保血为着阮流，拢是为着要赦免阮的罪，供应阮属灵的活命。感谢主，你已经成就这个救恩的福气，诚心悔改认罪领受的人。但阮感谢主，互阮当信的兄弟姊妹，伫即个时阵围篱伫主的道，互阮会通做伙来享受主耶稣基督为着阮摆设即个圣餐恩典的恩赦。阮知影，阮是不配，总是主你的疼极大，主你的恩极深。你互阮卑微的人竟然有份。伫即个永远恩典的恩赦，是主你付出极大的代价。主啊，感谢你！那搁一摆伫你面前，阮诚心悔改，伫阮心内所有一切误会、拉三，要搁伫你真光光照的面，阮认为阮家己也黑暗。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消除，佮照着阮甲主你三甲这道深知，阮是受疼的儿女。感谢你，互阮安尼恩典，叫你圣化摆设伫这主你面前所有饼甲葡萄汁，阮透过即个领受，佮较清楚主你的救恩。主你的疼，阮将即个交托主你恩典疼痛的圣手，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基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白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要请咱的长老来服侍。
做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这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提着了后，咱会通用感谢的心来听候听候大家提一了，咱做伙来享受。做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这的事，就今日恁来纪念我。所以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这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这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食了后，主爷呢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讲，这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着了后，咱就用存感谢的心来听候。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今仔恁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
调了后，主人来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点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即节来享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一个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家伫地，咱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落你，透过即个圣的恩典，阮会通明白，阮真正是属于主你身躯的一体。你伫你的救恩当中，经呼召阮，经选阮，互阮归属伫你，搁阮成做教会，也是主你的身躯。阮受属的儿女归属伫你的教会，阮是一体。阮伫这个所在有圣道的相通，搁有伫恩典的内面的服侍。求天父上帝，搁一摆互阮深深明白，主你时常甲阮相伫咧，你也常常知影阮的软弱甲需要。透过圣餐，互阮知影，主你永远的祭司，互阮这已经领受的，就知主你所成就的一摆就到也，阮也伫你安尼丰盛的恩典的内面，阮的信心，搁一摆受到主你的疼的激励。阮的听，搁一摆受主你来充满，互阮活伫永远荣耀的愿望中，做伙来起造上帝你的教会，互你的名伫遮徛起，得到荣耀，得到高举。愿天父上帝十分祝福你的教会，愿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时阵爱来受杯。伫受杯当时，咱们来举行就任的典礼。这时。咱要今年日，咱有一个长老，伊要任命做长老，刷落去有节书，节书了后，咱刷落有各团契的会长、甲指挥，拢爱过来受职，为着明年度新年就任式。这时咱要来举行就任式。咱请咱。新任的长老吼来到伫头前吼，咱新任的长老受选的新任长老来到头前的所在吼。咱所有的长老拢爱来到头前哦吼，毋是后长老咧吼。因为等一个因为伊先爱要设奉礼的长老吼，等一个咱伊。做奉礼的即个做仪式啦吼，咱所有的长老嘛，拢爱来到伫即个面前吼。咱新任的长老咱顶次和会所选举结果就是欧兰亭个叶基安、颜志宏，咱这三位啦吼，新任的即个长老伫即个时阵咱要来举行咱的长老的即个上任即粒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正大家伫遮要来奉礼。即个做欧兰亭来做长老，以及
叶基安长老甲颜志宏长老的即个属经。伫旧约时代，咱知影摩西为着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会治理百姓的即个逐项的事，特别伫信仰的顶面有祭司甲利未人来帮助伊。搁后来，咱知影伫上帝圣会的内面，拢有做伙伫伫即个圣会内面伫管理的即个人，智慧管理的人，来帮助教会，来帮助即个会堂。咱的教会嘛，因为安尼的需要为着要治理教会，所以嘛伫咱教会体制内面来选出来看做特动的长老，来甲牧师做伙来治理咱的教会。甲牧师治理教会就是咱做即个长老的，嘛是一同伫探访咱这肉体欠安尼兄弟，鼓励领心倒摕，嘛伫教育咱的青少年，佮特别有求道者，咱做长老的，咱就爱负起因带帮助即个工作，来佮继续造就伫所有的兄弟姊妹中间，来做信徒的一个好的模样。有时嘛会受交代去代表教会副中会也是总会伫遐来参加教会的即个机会。伫即个时阵咱照圣经所教示的伫上帝的教会内面，拢有选出遐伫遐伫帮助教会、带领教会的长老，来照顾上帝羊群，特别伫上帝话甲生活、信仰生活的关怀顶面，长老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上帝拣选恁，佮透过众人看做特动，上帝要将即个要紧的工来托付伫恁的身上。这是一个荣耀的即个积分，也是一个责任甲服侍的福分。所以伫即个时阵，我爱恁要上恁做长老的伫遮来做誓约，咱先做伙来誓约。恁三位，恁有即个领受即个长老的职位，即份恁就确信这是上帝伫恁身上的吊命阿无？恁有接纳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的即个根据阿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阿无？恁欢喜做中信教会同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谈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存即个意念来行阿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法规阿无？这个时阵爱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起立，咱嘛爱来做誓约。恁已经竞选这个欧兰亭这叶基安、颜志宏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心欢喜接纳因阿无？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就欢喜承受来顺叹。恁有要安尼行阿无？恁就敬听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
着磨请恁爱恁来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搁较会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有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啥物失错，应该着通知小会来设法莫伫外面来报扬到处妨害大局，安尼恁有要安尼行无？咱做伙来为着咱这个乌兰亭这个做咱的长老吼伊第一摆上浸，所以咱有要来做这个奉礼的这个祈祷啦吼，来请这个后长老来跪伫这个头前的所在吼。上帝，我满心感谢到你，因为你已经竞选这个乌兰亭来成做中原教会的长老，这个是阮奉你的名来奉入伊做中原教会的长老。主，感谢你，伫伊人生过程的中间，因带栽培，互伊认捌你，搁伫信徒中间来成做模范。但伊愿意承担长老这个职分，主，你就已经将这个伫你教甲牧师做伙伫你教会官兵相属伊，也互伊心中接受搁谦卑来领受这个职分。知影这是上帝的调命，伊欢喜顺服伫上帝你的旨意教示的内面，伊愿意承担这个职分，要行伫羊群的头前，做伙带羊群经过旷野，到伫主你所手术迄个安静的水边清泉的草坡，也要搁伫精进的过程的中间来赏赐伊快乐，互伊担当教会的这个做这个领导，做和牧师做伙来伫教会荣耀上帝你的圣名。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三位拢拍花者，无我最后咱来传讲吼。感谢主，咱已经来接纳个见证咱所敬听乌兰亭长老加叶建长老加颜志荣长老，因三位要伫咱中原教会来做长老。咱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咱嘛伫祈祷中间听祈祷，咱这时阵来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竞选这个乌兰亭长老、颜志荣长老、叶建长老因愿意来服侍你。主，你的教会要因为因的同工，凡弟姊妹的祈祷，来看见上帝你赏赐中原教会迄个发展的意向，荣耀上帝的意向。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因所需要伫你教会的智慧、资源、能力，阮嘛相信，主你要互中原教会伫即个角落来兴起，充满上帝你的荣光。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因的心上伫你的教会，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搁一摆来甲因拍花啦吼。咱这个小会员吼，咱来甲因奖励来来奖励。来甲因拍花请因回座来请大家请坐，来请。这煞是咱的这个执事的这个上任啦吼，对，执事的上任吼。咱这个时阵嘛爱请咱所选出的这个新的这个执事吼来到伫头前的所在吼。咱所选出的这个新的执事这个李明宪因这个执事吼，伊可能是迄个做多合的关系，所以咱会补就任。其他都有迄个陈慧华、吴世军、张哲博吼，是贝如林文玲吼。
咱请即几位受选执事来到伫头前的所在。嘿。咱感谢主咱看见咱所选出的即徛伫咱中间即5位要就任做执事的因拢是上帝所拣选的，也是咱看做妥当的。所以即个时阵，我嘛奉即个爸囝圣神的名咱大家三甲组织一个所在来设立即5位来做咱教会执事因为咱知影。教会除了长老以外，阁有执事来帮衬做伙来服侍上帝教会嘛，做伙来关怀即个兄弟姊妹，以及做教会工，互上帝教会通得到建立上帝的名会通得到荣耀。特别咱看见伫即个使徒行传记载时，当初代教会建立教会兴旺发展的时。有侪需要去较侪同工来参与，所以特别就将即个做其他比如讲帮衬即个软弱的人供应需要的人的工作，就交托伫即个执事的身上互使徒因较会当来专心伫上帝话甲福音的传扬的顶面但咱中间咱嘛是看见教会需要，所以精选咱徛伫咱中间即5位。执事要做伙来担当教会的工，但恁5位我伫即个所在嘛爱恁伫即个所在来告别恁的信仰相识嘛，坚决立志来领受即个职分。我嘛要爱请问恁第一项恁有领受恁做执事的职分是上帝。伫恁身上的吊命无？恁愿意做中兴教会的执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伫伊的教会。恁有要安尼行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尊伊做主，就是见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有要安尼行无？恁庆幸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法规无？即个时阵嘛，爱请咱兄弟姊妹来起立，咱嘛来做一个誓约恁已经来竞选陈慧华、吴世军、张泽博、许佩如、林文玲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来接纳因无？因替恁办教会的事，恁就敬重因、听从因、替因祈祷，恁有要安尼行无？关系保持教会历史，彼此若是有啥物失错，嘛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莫世界不容，直到妨害到教会大局。恁有要安尼行无？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你透过竞选阮中间即5位即个做执事来做伫上帝工，但是要兴旺上帝的教会，互福音搁较会通广传。阮感谢你，阮看见中兴教会的展望，因为即5位执事的参与，阮相信做你的福音要伫中兴教会搁较兴旺，你的名搁较受尊重。地球的人要日日加添上帝你的欢喜，也要充满即间教会。感谢你，愿学落你，因为你的恩典透过你的教会时时宣扬无煞。感谢学落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小会官兵来设立恁来做中兴教会同会的职事所通知兄弟姊妹知影，这个职分是照规矩所交代互恁的。当恁受设立做职事，就协助牧师甲传道甲长老调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阿门。这个时阵，咱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啦，吼，咱对。咱甲因拍婆吼，请因回座吼，来转过去，咱吼来，咱拢熟悉啦吼，好，来，好，来。恁请坐，兄弟姊妹请坐，恁搁刷入过咱的教会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吼，要来就任吼，咱今仔日吼是真欢喜的消息吼，有这个同工来参与吼，来，这个时阵咱要请咱这个最老的校长，妇女团契的这个会长吼，甲青年团契的会长。搁有圣歌队的队长、圣歌队的指挥社区关怀站的主任等，咱这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吼，请因来伫头前的所在啦吼。我刚要讲一项。会当服侍是啥物？福气，也是福分。对，会记哦。虽然服侍有时会感觉真辛苦，因为服侍本身啥意思？就是爱付出的意思啦。服侍，服侍，咱知影不是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乃是做在别人的身上，这叫服侍。但是上帝讲，服侍的人因所付出的因的酬华，毋是安怎？毋是空空。所以就是神知道你们的付出，他会加倍的恩典在你们身上。即使有时候很疲倦，但是神没有忘记你们还有神将他的丰盛应许必要临到你们的身上。阿们。所以这时阵我嘛爱恁来应答牧师问恁的这个问题。第一项，恁有领受无论恁是做志愿儿是这个校长，是这个妇女团契的会长、青年团契的会长、圣歌队的队长指挥社区关怀的主任，这是上帝的调名无？感谢主。恁着领受这个职分着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做督真理最大，尽恁的职务恁有要安尼行无？感谢主，愿天父上帝是阮赐福伫恁的心上伫这时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有拣选徛伫阮中间即几位来担当教会无论是团契是圣歌队是社区即个服侍工作，阮嘛看见阮立志要服侍你你的恩典也要教也应用。但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拣选因，你也要用教义恩典赏赐因，互因伫服侍时感觉野神的时，主你加添开力伫服侍时，因虽然无一定得到人的掌声，但是主你亲自甲因鼓励，互因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也伫因服侍过程内面，因会通搁较认捌你，搁较愿意为着为主来付出。你嘛伫因的心上恩典丰盛的应允不断伫因的心上来彰显，互人看起因真正是上帝的儿女。感谢你，学着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兴教会、同会小会官兵来设立恁来做各团契单位的负责人，恁着谨慎恁本身所行的以及恁所做的着常常恁着关心恁所受交代的事，尽力
伫主的工来归荣耀上帝，阿免。这个时阵咱嘛要请咱的这个社会来代表来甲因接纳啦吼，来甲因欢迎，咱兄弟姊妹甲拍，我甲因欢迎吼。咱请滑头啊，恁甲拍拍者吼来。好，请坐吼。真歹势，因为今日活动真济吼，所以咱时间会小可拖去，且抱歉吼。巴肚小啉者啦吼，4楼有好迄落车走咧等咱吼，所以不要紧吼。来，咱这时咱来吟上赞吼，圣诗第52首。圣诗第52首，咱来吟第1节、第2节、到第4节就好。这是请咱起立来吟第1节、第2节、第4节。请坐，这时请咱备万心来奉献。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我
请坐。这时咱来看周报，家己来看。后礼拜有担任侍奉的同工，请备办心。下礼拜共款那个回复吼，2场，早起9点华语，台语10点半，吼，请咱会记9点华语9点，台语10点半。方言报告咱家会看。今咱真欢喜吼，有2个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吼。这是吴美女带来好朋友吼，我来小介绍一下，王世珍弟兄吼。刘妙芝姐妹哈，请咱下个咱泡泡哈，真欢迎哈，来参加咱教会聚会，咱小等伫4楼伫主持人会再带交杯吼，真多谢因吼。咱刷落去吼，咱要来颁发吼，迄奖励金吼，互今年因为着教会来招募的人啦吼。咱时间的关系，我来念名，你就请你徛起来，咱请牧师补一个小小的意思互因啦吼。来，请陈植错老师、叶新颖、洪玉文、严玉文、严玉芳、吴宣婷、严百灵、几乎许佩如，社区班的老师哈，叶基安、陈慧华、郑慧文、李慧茹、林文玲、陈宝轩。后来再请因来头前哈，请牧师直接颁予因哈。一个吼，就是讲特别拢听咱教会吼，真早就来吼，要准备讲道吼，咱拢无来表示，真歹势吼。咱请蔡崇义长老咱来头前啦吼。无啦，迄是一个艺术啦尔啦吼。今日个都是夜市哩吼，生日礼物啦吼。好，咱个来拍拍，真多谢因来辛苦啦吼。咱知王维君姐妹吼，伊个伫名店吼，咱顶礼拜吼有去遐受因真好招待吼，大家转来讲食足饱的吼，毋知使讲去第2届袂啦吼。伊有食够有了吼，食够摕1份转来吼，真多谢伊啦吼，伊伫咱中间啦，咱拍拍吼。伊是咱教会姊妹吼，伊是迄个林良堂的吼，咱真欢喜，今来参加咱圣歌迄个圣诞节吼，后面请伊爸爸过来咱教会啦吼，来，咱迄个报告咱家己来看吼，小等下咱要自餐是在4楼，吼，而且咱台毋通离开，因为准备真多吼，你也有剩真晦气吼，所以大家尽量食吼，伫4楼，摕菜时阵，请咱大家拢戴口罩，到嘴暗去舀菜，舀了后在座位上坐，毋通看到就在遐开讲吼，拜托，这条请注意吼。后来咱这时咱要来，请牧师吼，咱接导吼，咱就结束，咱刷落庆生会是要在4楼来举行吼，在楼顶来举行吼，这是请起立，咱请牧师来接导吼。愿求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所带来基督的真光，照光阮每一个人，互阮的生命无点伫暗，是点伫光的内面，互阮的生命嘛会发出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祈祷，阿门。阿门。这别倒。咱先接受圣歌队接好了后，再开始移动吼。
真的真多谢吴晋生执事吼，迄天有去听讲有去参加迄个名店的吼，伊要送伊一包狮子头像。哦，咱就拍拍，谢谢啦吼。啊，送咱这个圣诞礼物啦吼。OK， 咱好不拢住4楼的，咱随行人等足久的，啊，咱今日有小可趁时间，请咱大家都刷咱的骹步，拢来4楼的，吼，拢来4楼。有请外汇，好自助餐，啊，拜托咱野菜时拜托咱挂口罩，吼，毋通褪口罩，吼，戴口罩，戴口罩，野菜了后，看各小组一拢该做伙，然后食饭的时阵会使。口罩可以脱下来了哈，口罩可以脱下来。总是你若要开讲的时阵，最好还是戴口罩，好不好？拜托一下哈，都是戴口罩。啊，咱今仔日的小组就是专带顶管，吼。啊，今仔日各有迄个妇团给咱的迄个妇女团给的主妇团给指挥吼，咱要写感恩的一句话，那带顶管吼，阮阿叔医保吼。国部医保对，医保伊会摆一个迄个啊，咱到各组内面吼，伫遮吼各组内面搭写一个你的感言，咱要倒边啊吼，啊，各组一个袂调查的人，搭去倒下写，好无？来，伊倒来脚步来，到楼上去，全部都要去哦，全部都要去，很快吼。既然因为时间小，我耽误一个真实的来，咱刷在脚步先去顶悬来，迄个。今天咱去，上面，你先去，先给摆咧吼。来，咱选那个骹步吼，咱紧起来，所有人拢起来吼。虽然无第一名对好食吼，嘛是袂歹食啦哈。好来，尽快哈，咱把握时间哈。把握时间。重要的东西要带上去哦哈。嘿，自己身边重要的东西要带走。你物件吼，拢要带去顶悬，伊咱要带顶悬解散吼，要带顶悬解散，请拢到4楼的，请拢到4楼，好不好？爬去4楼，这袂当去哩。啊，对，目孔袂使去哩吼，这袂使去哩，这大家拢做。